对这种很正式的场合，有点很紧张，有唱在抖。然后呢，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来见证？其实我很感谢上帝，也很感谢主，就是让我在这一生中可以认识他，就是要不是有他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影响的人，对，其实你们应该也知道，就是有时候就是突然就是明明就很有 feel 的，可是只是因为一些事或一些人，或是一些什么，然后我就会受影响，然后就会就是很快就会就是有点高了，然后就突然降到底那种，然后去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习惯，然后就是这首歌，就是我真的很希望，就是他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就是因为他，然后所以就是给我很多力量，然后也让我有很多帮助，也就是在我就是受影响的时候，就是在低潮的时候，然后都会一直，就是我其实知道自己心里就是说有他在，可是当我受影响的时候，就我没有办法，就是马上就是说啊，因为有他在，所以我就完全没事这样，然后就是很容易就是本来建立好的信心，然后很容易就被打破了这样，对啊，就是我很喜欢参加什么特会啊，然后医治什么的会这样，然后因为在那种当中，然后我就会很认真的去学，然后很认真的去听，然后那个感觉就会越来越满这样，然后可是可能久了之后，或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然后就会完全就是会没有那个心这样，所以就是说，我希望就是我可以就是依靠着他，然后就一直希望让我的那个对他的那种信心，然后对他的那种就是心啊，然后都可以就是一直很坚定这样，然后我希望他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就是其实给我很多的祝福跟然后就是当我做到什么不好的，就是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就是会有一个声音讲说，那是不好的事这样，然后那是不好的这样，然后他都会跟我讲，可是就是因为真的太容易受诱惑了，然后就后面还是会去这样，对，然后其实是真的很就是很感谢他，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，然后让我认识他，然后也可以让我就是还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样，然后对，然后所以我才会唱这首歌，因为我就是很需要他在我生命当中，这样他可以带领我，是带领我这样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上你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
谢谢。